整咗勁耐，個 gap 位都仲係好闊合唔埋。而 LG 閃光就偏向簡單，更加全面。Shining Finger， 大家好，我係法比，終於等到今年最令人期待嘅第一隻 LG 閃光高達。之所以話係第一隻，係因為嚟緊9月仲會有另一隻 LG 飛翼零式等緊我哋。相比之下，法比係更加期待後者嘅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有得食唔食最大個極啊嘛。今條片將會分為3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會開箱 LG 閃光，睇下掃組之後嘅質素。第二部分就會比較下 LG 同 G-Frame FA 閃光兩者當中嘅差別。最後當然係最重要嘅總結，記得睇到最尾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呢個頻道，再分享玩具、模型、旅遊相關資訊。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論盡開箱 ，Let's go！ LG 閃光高達日元定價3850 yen 年稅，法比超能力入手價為270蚊，大約等於7算。有啲手法都係計48小時內我就要完成組裝、度稿、拍片、剪片、出片所有步驟，所以即使俾多幾十蚊炒價，我認為都係值得嘅。OK， 我開裝。板件一共13塊，2板多色成型，1板手部關節，4板燒鐵式骨架，然後白、灰、藍色裝甲各1板，2細板金色零件，仲有1板光束刀印同埋標誌加反光貼紙。Give birth！ 以 LG 系列嘅平均值嚟講，閃光高達嘅零件數絕對唔算多，剪件加組裝大概花咗3個零4個鐘啦，叫做好快㗎啦。我諗主要原因在於佢個背包相比神高啊、惡魔高達等等，實在簡單太多啊。而比較上年8月推出嘅元祖 2.0， 整個組裝過程冇話有好大好特別嘅驚喜，但係都好有趣嘅。至少呢4個鐘，我覺得眨下眼就已經過咗，完全冇嗰種越砌越辛苦嘅感覺。我哋先重點睇睇普通形態嘅閃光高達。面部口罩位因為要遷就超級模式，所以睇落有啲包包面，同埋中間嗰條罅我整咗勁耐，個 gap 位都仲係好闊合唔埋，唔知係設計啊定係我整得唔好啦。還好最終展示9成9就唔會大罩㗎啦。身體部分可以特別留意胸口兩邊嘅黃色，同原本動畫版嘅設定有啲分別。動畫版係短身啲，類似三角形，中間窄慢慢變闊，而 LG 就近似長方形。法比個人就中意動畫版嘅設計多啲。手臂方面，膊頭關節做咗2段式設計，能夠拉到好出，方便做出各種誇張嘅動作。手型一共有4+2+1， 4對手包括握拳、伸掌、拎武器、揸波、龍爪手，另外有2隻左右唔對稱嘅打字手型，最後就係右手嘅綠色閃光掌，種類算好多，好夠用。腰部裙甲正面兩邊可以獨立可動，而左右裙甲就連接住後方裝甲，黐得好實嘅，擺 pose 都唔會甩出嚟。腿部包括髖骨、膝頭哥、腳腕，全部都有多重關節，確保幫助到閃光擺出各種誇張嘅戰鬥姿勢。平衡力方面亦都完全唔使擔心。背包其實係一架可以獨立拆出嚟嘅戰機仔，見到淨係得1個咁大把嘅大型噴射器，算係閃光高達嘅特色。最後武器方面亦都超簡單，左邊裙甲掛住2把一長一短嘅光束劍，唔對稱嘅設計啱晒我心水。而家我哋睇埋超級模式，首先翻開頭部5塊神主牌，口罩向左右打開，左右白色肩部裝甲拉高，露出入面嘅金黃色骨架，兩邊手前臂嘅藍色裝甲同樣向外拉，然後再向下移，小腿微微揭起紅藍色裝甲，最後腳板前端向前拉，後方兩邊嘅灰白色外裝甲就推向後，最後當然要換埋右手獨有嘅金屬綠色閃光掌，必殺 Shining Finger。進入第2部分之前，希望睇到呢度嘅觀眾朋友撳 like、留言、share 支持。呢條片真係好辛苦死命咁揼出嚟㗎，唔好吝嗇你哋嘅手指啦，繼續去片。如果你2年幾前已經有睇我 channel 嘅話，應該對呢隻閃光高達唔陌生嘅，佢就係 G-Frame FA 版本。我就分成咗3集，1集開箱，2集製作，非常詳細咁分享過。有興趣可以撳右上嘅資訊加重溫。事隔2年，終於等到 LG 版本嘅閃光，咁到底 LG 同 G-Frame 比較邊個正啲呢？
首先講外形 ，G Frame 算係偏向魔改嘅版本，本身特點係裝甲細節多，但係分件比較少，所以當時我花咗極大量時間去噴油改色，然後再手遊做分析，全部係心機、汗水同功夫。而 RG 閃光就偏向簡單，更加全面。數組員已經做好晒分件分析連細節，就算之後噴油定手遊改色，相對上都會容易舒服好多。第二點就係變身系統啦 ，G Frame 要由普通變成超級形態，需要大量更換零件。好老實咁同大家講，普通形態嗰啲件一早已經俾我抌晒落大西洋，而家已經翻唔到轉頭噶啦。咁 RG 閃光當然係完全唔需要更換零件下，都可以靠連動結構變身，所以呢方面絕對完勝。最後係可動 ，G Frame 雖然只係屬於食玩，但係要擺出型仔 pose 係冇問題嘅。而家我唔想再喐佢係因為怕刮漆嘅啫。另一邊嘅 RG 閃光不單止能夠輕鬆做出有型嘅 pose， 更加可以擺出一啲誇張嘅姿勢，手感、可換性、可塑性全部技高一籌。終於輪到做總結，總括嚟講 ，RG 閃光絕對係現今所有版本入邊性價比最高嘅閃光高達，因為對上一隻 MG 閃光係23年前嘅產物 ，HG 亦都已經推出咗14年，加上 HG 同 RG 嘅細節結構各方面都完全冇得比啦。另一隻相對比較近期推出嘅就係頭先見到嘅 G Frame FA， 我記得當時係用99蚊買翻嚟嘅食玩價，同 RG 一比之下亦都相形見絀。跟住就係價錢同貨源嘅連帶關係 ，RG 閃光型定價係3850 yen， 而家大概計5.5算，即係210左右喺日本買嘅話，網上消息就見到話香港官方嘅定價係260蚊，即係6.75算，但係就慳翻機票錢。而且最重要嘅一點係，今次喺香港嘅貨源好似好多喎，大家應該係咪唔使點爭啊？法比一出喺網上揾270，其實比官方定價都只係貴10蚊咁大把，即係炒唔起啦。有人就話因為閃光高達人氣唔高，同意嘅。如果相比嚟緊9月嗰隻飛翼零式嘅話，但係 to be fair， 閃光人氣就算唔高都一定唔差啦。所以 Bandai 應該係加大咗個出貨量，呢點俾個讚佢。最後大家如果仲想知值唔值得入手嘅話，其實睇到呢度應該都知個答案啦。不過記住佢始終唔係元祖 2.0 嗰種超大作，驚喜程度唔高，但滿足感度十足。如果你中意高達、中意機動武鬥傳、中意閃光高達，我保證你哋未來10年望住佢都會好開心。仲等？快啲去買啦！咁啊，一齊欣賞到最後嘅呢面，有最後有幫助嘅啲免費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有 LG 閃光係臨急臨忙打尖嘅影片，所以原定嚟緊星期4播出嘅 GBWC 參賽作品製作將會延期到星期日晚上9點播出。有請你哋，下次見。